今日同大家介紹被譽為全球最聰明 AI 嘅 Grok 3。Released so far. At times, I think Grok 3 is kind of scary smart. 據稱超過10萬粒高階晶片同超過2億時 GPU 訓練，而且依家喺香港免費下載同免 VPN 都用到。以下等我同大家介紹3大功能。Grok 3特別之處係可以直接傳取 X 即時資訊，包括每個地方嘅大熱話題，令佢回應最新科技問題時表現出眾。佢仲有 Super Grok 嘅語聊天功能，可以好似同真人對話咁，叫佢幫你處理日常事務，好似計劃行程、提供建議。有別於其他 AI 工具，Grok 對符號邏輯推理分析上較為強大。同時，佢仲可以生成圖片、畫面，除咗細緻精美外，仲能夠準確還原指令要求。識玩就一定配合埋最新 AI 手機同1010 5G 網絡及網上行 F5GA 超級寬頻服務。快啲嚟 AI Store 揾我哋 AI 專員了解唔同熱門 AI 工具同佢哋嘅強項啦！